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4，申命記7章21節安尼講：恁毋免驚因，因為甲恁同在的上主，恁的上帝是偉大閣通敬畏的上帝。三甲來祈禱，偉大閣通敬畏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阮的心靜靜全部聽候你，阮的拯救是對你來的，獨獨你是阮的石盤，阮的盾牌，是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！因為你是阮的關台，阮就袂大搖動；因為你是阮的避難所，是阮逃閃的所在，阮就通無驚嚇自在。主啊！世上無啥物通靠，獨獨倚靠你，就袂得到安穩。主啊，雖然環境充滿艱難，雖然對敵極其凶惡，總是你是阮專心所倚靠的，所以阮毋免驚因，因為甲阮同在的上主，阮的上帝。你是偉大閣通敬畏的上帝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